攻守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在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39到80节。今天的经文相当的长，那我们来慢慢的来念。请。你在你的中间，马尼阿的心，我给你说的，到你来这个城，你上大阿的厝，请安伊丽莎白，一个名字马尼阿请安，开门的巴多来就摇跳，伊丽莎白和圣神充满。就大声讲，政府的人的中间，你得福气，你所拜的也得福气。我主的老母来就我对他的会你得安尼啊，因为你心安的声，一个奇怪的汤，另外巴多来的开。欢喜来跳跳，新的有灵人有福气啦！因为主所甲伊讲的话要应验。马尼阿讲，我心尊敬主最大，我是因为有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顾女儿的比例，对他以后。万世代的讲我有福气，因为迄个有关联的，为着我最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因为伊的人，伊灵应到代代，伊捌用伊的手出贵力，甚至骄傲的人，伊换算因有关联的人。困伊的有力，比你的人伊成因最悬。妖的人伊用好米，互伊食饱饱；有的人伊互伊空空落去。伊有做伊的老母以色列来力量能力，叫伊勇敢做所讲的话。但是就互阿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到永世代，马尼亚甲伊3天大，约了有3个日，才落去领导。伊丽莎白生产的日已经到，就生囝，主治真正听见主大。
力量医性的药，就是甲咱这种阿伯老汉所受的抓，互咱已经反离才会对着手，一世人伫你的面前，用心用意无惊来服侍你。囡仔，你也要清做志愿的提升你，因为你要行入主的面前，来明白你的路，互你的百姓对你着下罪，就在拯救的恩，为着咱的上帝怜悯的心，对安尼互早起时的你，对人民来到平咱，来照遮个济伫黑暗甲死亡中的人，带咱伫他为你平安的路，影渐渐大，心神日日永驻，亮丽光亮，到天庭以色列的你。今年的讲题的题目是劝行上帝的拯救，那请庄牧师来证道。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搁一摆带领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一只敬拜阿老，也要对你的话三个信，特别要对你的话，落甲福音来开始。做肯定会当将妈妈伫阮，特别对这个福音书的点名，更加伫遐来读详细读，更加来深深体会甲明白，你伫阮的生命中的美好。主阮的上帝肯定神也充满伫阮，阮伫遮，较一摆享受着你伫阮生命中的水甲好，坚固阮的心智，到伫永远。当即时，阮将阮本身。伊完整的姊妹恭敬交托，开始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敢知影今年的国话节是几月几日？哦呀，袂歹哦哈，4月20吼。较慢啦吼，一般有时3月吼，今年会较慢4月20。真紧，就是讲，一个月就要庆祝国话节。兄弟姊妹，咱知影，就是有主耶稣基督的国话，咱才有真正的信心甲毋望，来面对世间最的苦难。也只有打败这个死无的国话，才会当失去悲伤的目屎，看见永远国度的喜乐。所以伫新眼讲，咱读经本的3月甲4月。所要读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咱会知影，《路加福音》是一本是耶稣是人主的角度，伫遐来看待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伊虽然是永远的主宰，尊贵无比，去道成肉体，用人的身份。伫地面上，甲人共同生活33年久。对咱遮来追溯耶稣的家谱，直到始祖阿当。伫遮讲阿当是上帝的囝，意思就是人类生命的源头，就是啥物人？就是上帝。这是咱来真清楚，非常的奇妙。这位上帝的囝，伊无选择。出世伫即个尊贵的王宫，享受了富裕的生活。伊反倒呢，出世伫上卑微的马槽里，上恶劣的环境中。伫路加福音书的中间记载，主耶稣出世伫卑微的马槽里。请问，咱中间有几罪比伊搁较丧向卑微咧？当伊出世的第8日，伊的老爸老母按照献祭的礼仪。为着伊来行割礼，伊所会当摕出来的祭物，也只有2只什么的斑鸠，钱啊吼，斑鸠吼，迄是当时送养人所会当摕出来的祭物。兄弟姊妹，无数有时会听人伫遐埋怨讲，因为环境伫遐那恶劣，
我无好的家庭，无富裕好业的父母伫遮来栽培，所以我对路，我行偏路。而且咱看主耶稣，伊虽然出世伫即个卑微的马座内，生长伫贫困目睭的家，伊后四个兄弟雅各、约瑟、西门甲犹大。咱来看约翰马太福音书13章55节，还佫有几啊个姊妹啊，这一个大家庭，我相信大家庭的经济压力一定安那真大，非常的大，绝对毋是轻的。无论是伫颂扬、软正、痛苦，也是被气杀、被藐视的时，主耶稣伊本身拢真清楚伊的身份。兄弟姊妹，一个无影响伊的生活见证，会当活出高贵的品格。无论伫拄啊遮的环境中，伊原清楚家己的身份。伊是啥物人？伊就是上帝的囝，伊的一生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伫遮来活。所以人会尊贵卑贱，不在于环境，乃是在于你选择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待你你家己。这牧师也要照惯例，先来简单介绍路加福音书。路加福音书的作者是希腊人路加。咱来知影路加是一位啥物的？我想咱拢知影，伊是一位医生。做医生的人，个性大部分拢是应该是有真有理智、讲究科学、逻辑甲实质的证据。所以路加用真多时间去考察，要证明耶稣的事业是啥物的？是真实的。咱听这位路加医生，伊除了写路加福音书以外，伊阁有写啥物？使徒行传，记载伊甲保罗同齐去传福音的事业。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的收批的人，拢是一个人，啥物人？提阿非罗，你敢知影？这就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提阿非罗大人。所以，伫遮一般的圣学者认为讲，这位提阿非罗大人应该是当时有权有势一个啥物人？罗马人，也是一位敬畏上帝人。所以，对保罗所传的福音，应该真有兴趣，更加想要精深的了解，也是搁检查这人对当时被关伫罗马监狱的这个保罗的判决，具备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路加为了要帮助保罗会当早一日出狱，所以就积极敲找资料甲证据，为了要证明保罗所传的福音，确实是人类历史中真实佮伟大的信念。路加福音伊写作的角度有一个重点，就是啥物？就是上帝介入人类的历史。咱人的本质本是软弱卑微的，佮受到罪恶甲死亡的啥物捆绑，所以活伫这世间必须承担最的艰苦、艰难甲痛苦，总是上帝的疼甲怜悯。伊时刻刻拢伫遐保护看顾，也为了咱人来点导啥物一拍搁一拍的光，因带敬虔人用信心甲毋忘。行伫正确的道路，因为人类的历史，上帝咧掌权，这就是要互咱来看见，人生处处有啥物？有神力，因为有上帝，就有啥物？神力的发生。所以路加福音一开始，伊就用啥物？伊就用原本袂当生育的祭司撒迦利亚，既然当。伫遮尔老的年纪，会当得到啥物？得到囝。以及在世的玛利亚对圣神的感恩，生囝的两个信念，来证明这毋是人的气力，所以当成就的，那是啥物？上帝的作为。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无一句
有气力的、带有能力的。所以这两个婴仔的出世，拢是伫世间的目睭中看做无可能中的无可能。佮因为上帝的介入，使用因来完成改变人对咱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使命。兄弟姊妹，上帝奇妙的作为，需要咱人的信心直接来配合。上帝奇妙的作为，若无人的信心来配合，请问你是要怎样伫遐来成就呢？所以咱甘愿意用信心来配合上帝，改变你人生的命运呢？我会当用坚定的信心，甲上帝同工，互这世间因为有你有我，会当更加水，更加好。路加福音伊真对重什么？对重看待历史的时间。因为历史是人类生存不可磨灭的分量。路加医生伊真详细考察历史的时间甲地点，来证明耶稣基督确实是生活过伫这世间。譬如讲，伊才讲到耶稣出世的时间甲地点，当时约瑟甲玛利亚因住伫倒位？是住伫拿撒勒。为什么会去到伯利恒的所在来生囝呢？因为伫圣经的顶面有记载讲，路加福音书2章1节到2节，伫当时该撒阿古士督有出诏，命令天下拢做家教。哦，即摆做家教这两字吼，台湾话真侪人听无。这是啥物？户口普查啦吼。甲这头一摆的家教是古利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来做的。历史上确实有这位罗马皇帝，伊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伫主前30年到主后14年统治罗马帝国。伊下命令叫天下百姓拢爱报名上册，就是恁口的普查，为着要显示伊无上的这个霸权，也为着便利会当抽税甲征兵，所以结果就成就了上帝计划。原本徛去拿撒勒的约瑟甲玛利亚，因就一定要转到家己的祖籍伯利恒去报户口。主耶稣就是伯利恒伫遐来出世。惊说咧，约翰伊伫遐出来传福音的时间甲地点，路加伊伫遮也考察得非常的清楚。伊是伫啥物？伊是伫提比留该撒座位的15年，本着彼拉多做犹太的总督，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领军，伊的兄弟腓力做以托利亚甲德拉科尼地方的分封的领军，阿撒格做阿比利尼分封的领军，阿那甲该阿法做祭司头的神。撒加利亚的囝约翰，伫旷野呢，上帝话教伫因。路加福音书3章1节到2节，这种有历史性的这个什么的时间是会当考察的，是袂当黑白写的。所以路加伊用什么？伊用无法度变更的历史，直接来证明耶稣基督确实。伫上帝所定着的时间，出世伫伯利恒，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人类历史中间确实有耶稣这人出世存在的分量。伊路加福音书伊徛伫人的角度来看这位人子耶稣，所以记载耶稣的事例，处处流露耶稣人的特性。你听有讲着耶稣会伊会枵无？耶稣会枵无？为啥会枵？人那是人会枵无？神会枵无？其实咱有一寡拟人化的神那是会枵啦所以甲人抢食面伊是人，所以会枵，伊会野生，伊会啼哭。
伊也有啥物伤痛。伊真正食真了做人的滋味，所以伫遮会当体会咱人的啥物软弱软正，总是伊有啥物上帝的性质。迄是人受创造的时，上帝所赏赐人真正的尊贵美好的人性。所以主耶稣伫地面上诚做人，伊充满着啥物怜悯、慈爱、圣洁、公义。这是上帝的性格，这是一位至善、完全、荣耀的人子。伊活出上帝对人类最悬的心意。只有耶稣，以人子、救主的身份出现伫地面上，也就是要将遐对路失丧的人，搁再一摆敲吹转来，并且要拯救因，到伫符合上帝心意的地步。所以今仔日的新安讲读经本的作者，伊伫这篇的文章有讲到，伫4本福音书的顶面，特别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书的中间，咱会当分别看出因有有特别的什么记载甲时间哦。特别马太福音用什么？用耶稣的家谱做开始。马可福音呢，用行色约翰宣讲做开始。约翰福音呢，用生命的光伫遐来做开始。今咱所读的路加福音书，伊是用2组的语言，甲2首的颂赞伫遐来开始。路加福音书1章46节到55节，是非常出名的什么尊主颂？这是什么人？玛利亚的尊主颂这是玛利亚的尊主颂，是安那以俄罗来开始。所以玛利亚伫遐讲什么？我的心啊，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1章46节，兄弟姊妹，当天使伫遐讲伊要怀孕生囝的时，其实玛利亚伊的心是非常的极其安那不安的，袂平安啊，已经恐慌啊。为什么呢？因为安那伊也袂嫁啊，哪会使怀孕呢？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也是无应该发生的代志。这不但违反自然的法则，伊还遭受社会的指责，违背道德规范。总是安那，伊则愿意顺服，也去查看发生伫伊丽莎白身上的新娘了后，可以确信这真正是上帝的作为。兄弟姊妹，如果是上帝所要做的代志，当咱顺服的时，你必然发现上帝伫安那，伫旷野要开道路，伫沙漠要开江河，伊会负责清除你头前的障碍，带领咱到平安的迦南地。玛利亚怎样伫无惊，怎样对惊吓不安，到坚定的相信呢？因为伊无搁再用家己安那，家己即个头壳伫遐来想，又是用家己的理性感情去猜想，伊乃是用上帝的心眼光，这种的角度来看待所要发生伫伊身上的代志。所以玛利亚用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来诚做伊信仰的回应。兄弟姊妹，当你的人生突然拄着互你无法度预料的困境的时，请问，你是要用上帝眼光来看待这项事？明白凡事拢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嘛？也是要用你家己的理智头壳去思考的？兄弟姊妹，咱来知影上帝意念是悬过咱的意念。当咱用低贱的眼光伫遐来看，掠做是无好的，是见效的，是失败的。所以，当咱真正愿意顺服，交托互上帝，到最后，你必定要看见，也要学习上帝奇妙的作为，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当咱会当用上帝眼光来看待发生伫家己身上的代志，你就会当知影家己真正是一位什么蒙恩得救的人。正是玛利亚开嘴，学了上帝讲，
了后，伊就看见家己是受上帝特别眷顾的女子，是众人心目中最有福气的人，因为伊上帝伫伊身上成就了大事。这种自我认识是真正确，也是真重要。兄弟姊妹，毋是人为了上帝来做什么，是上帝要为着人来成就代志。这个玛利亚伊发现上宝贵的真理，而且请问咱是毋是认捌家己伫上帝面前是真正最有福气的人呢？因为咱因为信耶稣领受这个救恩，来成做上帝宝贵的儿女，这种的信心是毋是活伫咱的生命中呢？还是咱犹原活伫这个家己的认知、划括的这个世界，看不到上帝创造咱的价值，只敢伫遐埋怨、讨愧，伫遐哀怨呢？有一位真正出名的口足吼，喙甲用骹呐，画图的画图家，恁知什么人无？杨恩典，对吧？啊，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伊是一个生来是无安那不幸的人。如果伊若安尼看待伊家己的性命，那呢，伊一定是非常不幸的人。伫民国63年的时，天生就无这个两支双臂拢无，正骹歪直直拢无法度歪翘的杨文典，伊就出世了，爸母等伫迄个菜市啊迄个摊位的顶面。啊，经过媒体的报道，6句6归育幼院这个院长杨什么杨希这是希杨希牧师伊伫遐啦，前去关怀，甲伊太太，因为我所以就看到伊就怜悯即个无双手的即个囡仔。伊讲这上帝囝，上帝要安要用伊，上帝有奇妙的恩典要伫伊的身上，伊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就号名叫什么？杨恩典真侪人提出质疑，讲伊无手，甲怎样会当称作是恩典的？这无手的人，哪会当称作是恩典的？所以杨牧师总是真自相伊甲讲，伊无手，上帝免对伊安那，伊的劳苦爱做代志，爱做工，这劳役，这毋是恩典嘛？无这是啥物？伊生命中接受到的天使，毋管是拥有伊的杨牧师夫妇，爱做安那善意就是迄个有疼心的人。可以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伊家己。伊讲，上帝无赏赐阮双臂，总是赐我一对全天下上伟大、上有疼心的父母，也就是杨牧师夫妇。上帝无赏赐互我有双手，总是伊赏赐我有万能的什么下骹、双骹，伊会当用骹写字画图，伊也会当互我用跳芭蕾舞的方式学习着行路。虽然无舞蹈家，毋是迄个舞蹈家，可会当跳舞的骹真侪画图家。所以杨文典画出伊伊生命精彩丰盛的人生，因为因为伊用上帝眼光来看待伊家己。兄弟姊妹，你是毋是也活伫上帝恩典中呢？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你家己呢？伫路加福音书1章66、80甲77节，是另外一首的即个尊主颂尊主颂。这是加色约翰的老爸撒加利亚的尊主颂。路加福音书记载，当天使奉差遣去甲撒加利亚讲，伊的某伊丽莎白要生一个囝的时，撒加利亚既然毋信呢？伊啥毋信？因为伊用人的角度来看待伊的性命，
伊对天使讲：我对怎样会知即个事啊？因为我已经老，我的某年岁也安怎也老啊，1章18节。兄弟姊妹，人的信心有时讲也是非常的软正软弱。这位祭司撒迦利亚为着伊的某的生育的代志，一直向上帝祈祷，祈祷非常的多，非常的久，总是当天使直接来甲伊讲：你的某要安怎怀孕生囝？伊竟然竟然说唔相信。所以咱知影人的小信，并袂当脱开上帝所要成的事。撒迦利亚因为无信，对变做安怎下教哦，被处罚成做下教。伫到囡仔出世的时，伊才当开嘴吼。这真实的经历，将宝贵的信念，伊完全到要安怎相信。所以伫遐开嘴安怎学了上帝。并讲出这个囡仔将来的使命。兄弟姊妹，请问你还搁伫犹豫中恐慌、惊吓、甲不安嘛？咱求上帝将这个宝贵的信心赏赐咱，只有完全相信的信心，才会当互咱明白上帝的心意，坦然的接受，并甘愿顺服去行做上帝所爱咱行的旨意。兄弟姊妹。当咱用上帝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你就会看见周围的世界，因为你的祈祷、你的信心来得到翻转。那像撒迦利亚，伊看见囡仔出世，知影上帝已经伫这个混乱的世代中开始伫安那动工。撒迦利亚安尼讲，就俄罗斯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过伊的百姓。来赎回伊，替咱兴起拯救的角，伫伊的罗卜大必的家，1章68节到69节。撒迦利亚伊不但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代志，伊伊搁直接讲，你也要称做至悬的先知。因为你要行伫主的面前来批判伊的路，互伊的百姓对得到赦罪就知拯救的恩，为着咱的上帝怜悯的心，对安尼，互早起时的日对天面来到伫咱，来照遐个坐伫黑暗甲死荫中的人，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1章76节到79节，亲爱的姊妹，伫这个新的一年2025年，现在咱有侪人伫这个什么 YouTube 影片分享的网站，还是有传一寡关于2025年世界各地可能发生各种的什么灾难的影片。其实有时咧看这影片也是咧看这个网站会互人心惊吓甲不安，搁有搁有啥物咧先知咧讲当时2025年发生啥物代志，啥物代志。虽然圣经中，咱也知影关系到世界未来的走向，确实会照着启示录所有言的，正渐渐伫遐应验中，总是。咱才会相信上帝人，咱是毋是亲像玛利亚甲撒迦利亚的信心共一样？咱若真正有信心，会当看见家己是一位真正蒙恩得到福气的人。有信心就会看见咱所参与伫上帝所行的大事的中间，咱要伫遮来翻转这个世界。因为上帝囝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听，伫遮来出世，并且伊为着咱定死伫十字架顶，伊伫遐拍破罪恶甲死亡的关系，伊就道路真理活命，互咱才会因为信称做义的人，会当真心得到上帝儿女的名分。
因为尊主最大的信心，互咱无惊吓即个苦难的临到，反倒呢，会当用诗用歌伫遮来称颂上帝的拯救。伊相信伊必定要将咱的脚引带到伫即个平安的道路顶面。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无论咱处在伫什么款的环境中，无论顺境也是逆境，也是你是啊软弱无力，也是突破突然间找袂到心中的溃烂，咱伫遮都要学习着用诗用歌开嘴来称颂阿罗咱的上帝。伊当咱开嘴称颂阿罗的时，咱的心就会互上帝的灵伫遐来光照，变成做刚强壮大。咱的内在原本即个物质的灵，就要搁再一摆伫遐来奋起，变做活泼有力。兄弟姊妹，当咱明白着凡事拢爱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咱的心就安怎？咱的心就袂有惊吓。凡事若真正拢有上帝水果好的旨意，咱的心要惊吓什么呢？相信上帝的光必定要指咱、引带咱向前的方向。若像山顶伫咱伫这山的顶面伫遐咧行路，你看到敢一双脚，但是其实什么啊？其实毋是咱家己行这个双脚不一定是什么上帝的脚伊甲咱铺条的，互咱伫遐来行过这个艰难困苦的环境，伊的怜悯之爱，超过咱所求甲所想的。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真正坚定相信的人，来领受伊最大的福分。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搁一摆对你的话送较实，特别对今仔日路加福音书玛利亚甲撒加利亚因所领受着上帝你的奇妙信领，阮要看见阮伫阮的生命中、人生内面，阮欠缺无够的部分，要怎样再一摆伫上帝你的拯救中，伫遐得到填满、得到拯救、甲得到帮助。这是对阮一种信心的考验。主，求你会当互阮坚固阮的心，伫遐会当顺服、服侍伫你的面前，领受你最大的恩典甲帮助，坚固阮的心智，用上帝你的眼光来看待世间万件事。当阮若较减少用人的思考、用人的气力，伫遐行做时，阮就要看见上帝你的阳光灿烂伫阮的生命中。诚侪最大的祝福，我一摆伫你面前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